哇！呢隻紅蝦刺身食完個口張住咁樣，蟹腳都有天婦羅，邊度有得食啊？我哋即刻去片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去食自助午餐，去邊間？去 The Promenade。佢嘅地址係紅磡德豐街20號，九龍海逸君綽酒店大堂。交通方面，去到港鐵黃埔站 D2 出口，步行大約幾分鐘就到㗎啦。出去睇下有咩食先，有甜品啊、蛋糕啊，有汽水、果汁，有喇沙，有雜菜、豬肉串、番茄、炸雞、油甘魚膠、牛舌、菜、紅酒燴牛尾，幾款點心。原條嘅炸魚、燒羊架、燒肉眼、椒鹽骨、花膠、上海醬鴨、豉椒炒聖子、蟹肉扒西蘭花、齋菜、炒飯、咖喱雜菜、咖喱海鮮、印式香飯、咖喱牛肉、咖喱羊肉，有好多泰式沙律、腸、芝士、烏粉皮雪糕、咖喱角、玉子燒、麵包、湯、凍海鮮、水果、刺身、日式沙律、壽司、咖啡機、熱水、熱茶，照舊開始飲杯咖啡，跟住又斟咗橙汁同蘋果汁。
食嘢啦，好肚餓啊！吞拿魚正常，三文魚好肥美，好新鮮。最估唔到就係個阿根廷紅蝦刺身好正，食完之後個口有少少黏住嘅感覺啊！呢碟甜品係我嘅甜品控老婆拎㗎，左下方嘅榴蓮撻最好食，我覺得。其次就係個芒果拿破崙，其餘都還可以啊。上面天婦羅炸蝦啱啱炸起，好好食。隔離天婦羅蟹腳，第一次食都幾特別。左下個炸雞又普普通通啦，隔離燒汁油甘魚都普普通通。左邊細隻啲嘅青口，啲肉就滑過右邊大隻啲嘅青口。咁下邊翡翠螺都 OK。哇，好多花膠，好入味。雖然唔係啲貴價花膠。右邊就燒肉眼，中間嗰度就夠嫩滑，外邊有少少韌，但係都幾好食。上面印度薄餅幾香，唔使點汁都幾好食。下面章魚燒就普普通通，好似隔邊好食啲。右邊就咖喱角都 OK。左邊上海醬鴨好濃味，有啲似唔甜嘅薑醋。跟住上面炸魚就夠香脆，右邊紅酒燴牛尾夠晒腍，下面椒鹽骨就啖啖肉，但就冇咩味，淡咗啲。酒釀小丸子甜甜地，酸酸地，好開胃。南瓜湯顏色幾靚，不過就飲落就普普通通。左邊炒聖子幾入味，不過就太迷你。上面咖喱海鮮都可以，右面咖喱牛肉韌咗少少，下面玉子燒甜甜地都 OK。左面海蜇沙律，下面中華沙律，右面螺肉沙律都係爽爽地。原來右下方嘅帶子裙邊都可以做沙律喎。食返少少雜菜，真係少少嘅咋。啲生果全部都好食，又甜又多汁，攞咗幾轉啊！又有得食 muffin 皮雪糕啦。豆腐花唔算太滑，但都幾香豆味嘅。最後沖返杯檸茶，幫助下消化。注意注意，有小強出沒。The Promenade 嘅環境、服務態度同埋食物質素整體都唔錯。今次我喺 Klook 買，佢特價494兩位，已經包埋加一服務費。不過喺5星級酒店嘅餐廳叫到小強，希望餐廳可以注意下衛生啦。鍾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，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